怎么办？你别管我，快跑！韩爷，韩爷，要怪就怪你挡了太多人的道了，杀了他们！难道我韩某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吗？老天爷，我不服！终于回来了，也不知道爸妈和新云还在不在。道友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道友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们身上好大的煞气，杀了不少人吧？管你是人是鬼，既然你看到了，就得死！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体内有股微弱的能量，不过可惜连炼气初期都不如。对了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回仙人前辈的话，现在是2046年，竟然过去了60年。虽然相比修真界的600年很短，但是爸妈和星云只是凡人，爸妈和星云终究是不在了。我还是回来晚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胸口好痛！仙人前辈，我居然还有后人在世，而且有危险！哎呀，真是我们运气好，碰上了仙人前辈。快，赶紧走，并且叫人清理下。赵少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家呢。曹可儿，你在学校里拒绝我那么多次，让我很没面子，知不知道？让我兄弟们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？曹可儿，赵少能看得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还想跑？今儿个本少就要尝尝你的味道。赵少，回头也让我们尝尝呗。好，大家都排队。谢谢赵少。放开那个姑娘！你他妈是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？居然敢坏本少的好事儿！这个女孩长得和心雨好像，一定是我的后人。干！居然敢打老子小弟，找死！你们一起上！你别过来！我爸是天顺集团董事长赵彦深，我们家很有能量的，别过来！我叫你别过来，你听不到吗？要不是看在你们还是一群学生的份上，现在早已是个死人了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哎呦，吐死我了！滚！你没事吧？你是
是鬼，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不是鬼，也不能完全算人，因为我即将成仙。至于为什么救你，因为我是你的太爷爷啊。老曹，这算来算去，下个月的债怎么都平不上。妈，我就说当初不能答应，陈乐涵凭什么嫁给一个双腿残废的我？摆明就是为了彩礼来的。我警告过你们，可你们就是不听。可是子贤，你都25了，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吧？我老曹家总不能绝后啊！就是说呀，谁能想到陈乐涵竟然会是这样的人？他的家人也那么的不讲理。要不再去找亲戚借点吧，至少先把下个月度过。不行，爸，上次就没借，而且还疯狂的嘲讽我们，这次更加不会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现在怎么办？咦，可儿今天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到家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一定是可儿回来了，我去给她开门。可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位小兄弟是……我叫曹渊，先进去说吧。等会儿，你说，你是我爷爷？对，我就是你爷爷。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血脉联系。我知道你很意外，但这是事实。你奶奶叫蓝心雨，你太爷爷叫曹建国，太奶奶叫萧雅芝。你有没有你爸年轻时的照片？拿来和我对比下。有，你等会儿。真的一样，他真的是我太爷爷。等会儿，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是我爷爷？简单来说，60年前我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一路历经坎坷，才总算修炼到了大成期，即将飞升成仙。我有点放不下亲人，就想着再回来看看，却没想到竟然过去了这么久。还不信是吗？那我给你们表演个法术。竟然真的烧起来了！太大爷，既然您这么厉害，那我这双腿……小意思，吃了生鸡丹，哪怕残缺的肢体也能重新长出来。有知觉了！站起来试试。我站起来了，爸妈小妹，我竟然真的站起来了！子贤，太爷爷，早上……怎么了？太爷爷，你小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爷爷他刚刚竟然悬浮了！什么悬浮？难道你们忘了我昨天跟你们说的？我是修仙者，悬浮不是很正常？可是，爷爷，可儿是打扰了您的修炼吧？很抱歉，我们家太小了，只有2个房间，实在没有单独的房间留给您。无妨。到了我如今这个境界，已经不用闭关。既然你们都起来了，我正好告诉你们，
今天我准备去给你们报仇。报仇？哼，没错，就是报仇。没有人能在伤害了我的子孙后还能安然无恙。可儿，昨晚欺负你的那个恶少，我虽然已经略施惩戒，但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，他的父母还没付出代价。子贤，你的双腿莫名其妙被人打断，我怀疑和那个陈乐涵有脱不开的干系。国栋、冬美，那几个亲戚把你们欺负成这样，难道你们就不想报复回去？想，我当然想。可是太爷爷，我想自己亲自报仇，您能教我修仙吗？子贤，你胡说什么？正所谓法不可外传，你以为仙是随便能修的吗？的确有法不可外传之说，但你们是我的子孙后代，怎么算外人？太爷爷，我们也可以吗？当然，既然你们想自己报仇，那就全家一起修仙。才履法地，修仙第一步果然还得是才履。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把你们经理叫出来，我准备卖给你们一块玉石。快去，这不是你能做主的。那您稍等片刻。这位先生，听说您要卖一块玉石给我们。这是寒星石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？好冰！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竟然这么冰。不用担心，寒灵石根本没那么容易摔碎。不过既然你这么怕的话，不妨用筷子夹一下。好，快去找筷子来。先生，这块玉石怎么会这么冰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。没见过吗？算了，你看看它值多少钱。抱歉，先生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定价。要不您稍坐片刻，我去请示我们老板。行，这块寒晶石你们也可以先拿去。谢谢先生理解。寒爷，您别难过，要不是那位仙人前辈出手，只怕我早已变成孤魂野鬼了。都是我害得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等我查出是谁下的毒手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至于仙人前辈，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存在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。如果能够交好的话，寒爷，寒爷，我们店里收到一块古怪的玉石。刘经理，这块什么寒晶石真有你说的那么冰？寒爷，千真万确，不信您自己摸摸。竟然真的这么冰！小刘，你也被冰到了，这颗玉石还真是神奇。阿静，你居然还敢握？难道你不怕？闭嘴！小刘的情况有些不对。寒爷，我突破了，我终于到了内境初期。什么？那真是太好了！但这是怎么回事？寒爷，当我握住这块玉石的时候，里面有股能量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我的体内，我感觉我才吸收了一点点就突破了。这么厉害？那如果以后你继续握着这块玉石，岂不是修为还能增长？对，我感觉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哪怕是化境宗师也不是不可以。太好了，以后我老韩身边就有宗师，我看谁还敢咋呼！寒爷，当务之急，必须赶紧把这块玉石买下来，哪怕花费极大的代价。对，刘经理，赶紧带我们去。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店老板可是首富寒爷，绝对不会跑路的。滨城首富寒爷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韩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凡人韩家驹见过仙人前辈。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一起跪啊！原来是你啊！既然是新时代了，
就不用这些繁文缛节了。起来吧。谢谢仙人前辈。我不是什么仙人，你不用这么叫我，我叫曹渊。那我叫您曹前辈吧。曹前辈，要不是昨晚您出手，只怕我现在已经成了一具死尸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流经没齿难忘。行了，一点小事儿不足挂齿。既然这家店是你的，那你看看我的含金石值多少钱？曹前辈，您觉得3个亿如何？3个亿！曹前辈，不是我不愿意出更高的价，只是最近我们韩氏集团的资金都被卡住了，暂时拿不出更多的钱了。也罢，3个亿，就3个亿。谢谢曹前辈理解。曹前辈，这张银行卡里有3个亿，您请收下。曹前辈，我知道您的含金石远远不止这么点价，但我实在拿不出更多。这是我们韩氏集团的1号贵宾卡，在我们韩氏集团所有旗下企业消费都完全免当，作为一点小小的补偿。你很不错，怪不得能成为滨城首富。谢谢前辈夸赞。恭送曹前辈。太爷爷真要喝，这闻着就不好。喝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中药调配而成。我已经检查过你们的灵根，都是可以进行修炼的。我还要亲自报仇，无论多么难喝，我都要喝。咦，我感觉我肚子里竟然涌现出一股暖流。我也有。你们赶紧盘膝坐下，闭上双眼，记住运功路线。不愧是我的后代，在修炼这方面还是有天赋的。不过这方天地的灵气实在太过稀薄，想要让他们快速修炼，药物的辅助是少不了的。还有修炼环境，这个家实在太小了。韩家军给我的卡里还剩了2亿多，得买一栋大房子才行。就趁现在去买套房子吧。妈，就是这里了，曹子贤就住这里。上次他们给了我们那么多彩礼，现在还能榨得出钱吗？不是还有这套老房子吗？怎么着也能值个几10万。如果敢不赔钱，就再废了他2条胳膊。他们曹家都是窝囊废，不敢不赔的。走。怎么就我醒了？太爷爷呢？算了，先赶走外人再说，免得他们打扰爸妈和小妹的修炼。曹子贤，你如果还是个男人的话，就赶紧开门。哟，曹子贤，你总算开门了啊！我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。陈乐涵，你让开！我们找你爸妈。等等，你们站住，不许进去！小子，滚一边去！可恶，不能让他们打扰爸妈小妹。哟，你们家挺新奇啊。你们有话出去说，别在这里打扰我爸妈他们。出去！不拿到钱就别想我们走。拿钱？拿什么钱？应该是我们问你们要钱才对。你们分明是在骗婚，快把我们的彩礼还回来！骗婚？曹子贤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们那一晚都睡在一起了，你说要对我负责的。对，我是要对你负责，但是你，咦，你竟然重新站起来了？你的双腿不是被我打废了吗？对哦，
你的双腿不是已经废了吗？怎么可能重新站起来了？是你打断我的双腿的！就是我打断的，你又能如何？哼，赶紧赔钱！要是不听话，那我就再打断第二次。你们霸占了我家的彩礼钱不还，现在竟然还要我们再赔钱，我们家哪还有钱了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，我就是王法！曹子贤，你们没钱的话，可以拿这套房子抵呀。这套房子不算大，但也能卖个几十万。这是我们家最后的财产了，要给了你们，我们一家住哪儿去？我管你们住哪儿，我就问，到底赔不赔钱？曹子贤，我奉劝你还是赶紧赔钱。我这舅舅可是外境武者，一个人能打10个特种兵。如果你们还执迷不悟的话，就别怪他再度心狠手辣了。我就不明白陈乐涵，你我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谁叫你是许云熙的男朋友？他凭什么家世比我好，长得也比我漂亮，找的男朋友也那么帅？我绝对不能接受，所以我就绞尽脑汁破坏你和许云熙的关系。还记得1年前的那一晚吗？我故意让许云熙看到喝醉的你和我躺一张床上。什么？那一晚就是个局？没错，我得不到幸福，他也别想得到幸福。曹子贤，你不肯给钱是吧？舅舅就给我把他的4肢彻底打断，再也修复不了。你就瞧好着吧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。子贤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太爷爷，快救我！救我！太爷爷这么年轻，太爷爷，这个人是外境武者，太强了。哼，你可是我的子孙，怎么能害怕一个小垃圾？相信自己，干掉他！相信自己？你是什么人？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的！舅舅，给我把他扔出去！好嘞！怎么回事？我能行，我能行！还我双腿来！小子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武者的厉害！臭熊，舅舅！我竟然真这么厉害！太爷爷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小子，别怪我，谁叫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我可是外境武者，如果你敢伤我，你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对，我舅舅还有师兄弟。太爷爷，这子贤，按你想的去做，天塌不下来，哪怕真塌了，太爷爷帮你顶着。你别过来！当初你废我4肢，今天
我就全都还给你！超雄，你醒醒！舅舅，你睁眼啊！陈乐涵，记得把我们家的彩礼赶紧还回来，要不然他就是你的未来。赶紧滚！等等，别关门！这里就是曹可儿家。是，你们是谁？喂，你们干什么？爸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混蛋打伤了我。是你啊？怎么，是想报仇？你们赶紧出去，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要醒了？太爷爷，赵海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可儿，他们是……妈，昨天我不是晚回来吗？就是他拦住了我，还想轻薄我。要不是太爷爷及时出面，只怕我现在清白已失。什么？可儿别怕，哥会保护你。放屁！我儿子只是想和曹可儿谈谈恋爱，你儿子却这样狠毒打伤我儿子的下地，这是要我老赵家绝后吗？儿子，爸，他们说的不是我，是太爷爷。什么太爷爷不太爷的？昨天晚上就是这个混蛋打伤了我，我要你们给我一个交代。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和你这样的垃圾谈恋爱。好好，既然你们家如此不给我赵某人面子，那么我赵某人也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可儿别怕，如果是之前，我们还真没办法，但是现在却不同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可是接受了太爷爷的传授。有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我也是，动不了。我也是，动不了。什么动不了了？你们在搞什么东西？赶紧给我上，狠狠教训这家人！赵总，我们是真的动不了了。哼！可儿，你的定身术施展的可不完美。真正完美的定身术，不仅仅是能定住身体，连眼耳口鼻，乃至于大脑，都完全禁锢住。哎呀，太爷爷，人家只是第一次施展嘛，不完美不是很正常。你呀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才不信有什么定身术，一定是你们耍的什么魔术！我要杀了你们这群家伙！我也动不了了，快救我！大海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爸，快救我！对不起，前辈，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，还请原谅我们。你得罪的不是我，而是可儿。对不起，曹可儿同学，都是我儿子赵海的错误，还请你原谅他。太爷爷，你看，可儿，你自己决定。对，可儿，反正天塌下来有太爷顶着。行吧，这次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们，反正你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如果下次再来找我麻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滚吧！太爷爷，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恐怕……你是我曾孙女，我保护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为了你们更好的修炼，我决定带你们搬家。搬家？搬去哪儿？爷爷，
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，如果再出去租房的话……谁说要租房的？我已经买了一套新的房子，你们跟我来就是了。哇，好漂亮的别墅！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可太喜欢了！太师爷，我能够住在阳台的房间吗？当然，你们想住哪就住哪。爷爷，这房子一定不便宜吧？不贵，也就区1个亿而已。什么？1个亿？魏师弟，我来了。大师兄，魏师弟，你别起身，躺着就好。大师兄，我还以为差点见不着你了呢。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难道你没和他们说过我们血刀门吗？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，就被拧断了四肢。医生说我今后可能一辈子都要躺在床上。岂有此理！就算你没说，对方下手也不该如此狠辣。大师兄，你轻点，这床只是普通床，经不起你一拳。哈哈哈哈哈！魏师弟，你放心吧，现在的我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拳技，做到收放自如。这么说来，大师兄你突破了。没错，老子现在已经是内境后期的大高手了。除了师尊以及几个不出世的老顽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老子的对手。好，我这仇终于有机会报了。说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伯，对不起，此事都是因我而起。赵总，我们该不会碰见脏东西了吧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冷静，冷静！现在冷静了吗？我觉得吧，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碰见脏东西。我之前听说过，有那么一些人会一些神奇的法术，比如喷个火啊，吐个水什么的。那不是葫芦娃吗？不懂就别瞎说。他们这些人有着沟通天地的能力，得罪他们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可是曹可儿之前还是个普通女生，怎么才1天的功夫就有这种能力？我想，根源是出在那个年轻人身上。对了，他们之前好像称呼那个年轻人为太爷爷。太爷爷？不可能吧？这个人也太年轻了，看起来也就和我们差不多。说不定他是个驻颜有素的老妖怪呢。啊，爸，难道我们就这么认了吗？当然不可能！除了韩家俊那个老东西外，还没人能让我吃这么大的亏。等我找到能对付他们的人再说。爷爷，我突破了！不错，短短几天时间就突破到了炼气后期，比你哥速度还快。不过修炼一途，任重道远，切不可松懈。这还不是多亏了太爷爷你教的好。你这丫头，行了，去玩吧。修炼归修炼，但也不要放弃你的生活。是，太爷爷，那我去啦。
爷爷，怎么了？爷爷，子贤和可儿都已经先后突破，可我俩还停留在炼气初期，这个似乎有些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觉得这个进度有些慢了，被儿女拉开，有点没面子是吧？他们的天赋比你俩要好点，而且年轻，理解能力也更高，修炼速度自然更快。不过你们也别担心，既然你们觉得慢，那我就帮你们一把。爷爷，这真的可以吗？修仙路上不可能全都靠自己的力量，有时候也需要借助外力，就像人类也经常借用工具。你们等着，我去买点药材，给你们炼制几炉丹。虽然无法保证你们也能达到我这个高度，但至少达到元婴期没问题。请问先生，您需要购买些什么药材？你先去忙吧，我看看有什么再叫你。好。之前给他们配药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，现在想要炼制炼气丹以及筑基丹，得细细梳理一遍。万一没有需要的药材，或者对不上名字，那就麻烦了。二位姑娘，你们需要什么药材吗？我们需要当归、黄连、贝母、天麻、金银花，这些都有吗？有的。需要多少量？需要多少来着？把药方拿给他吧。二位稍等，我现在去帮你们抓药。福宇，你别担心，柳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儿，谢谢你肯陪我过来抓药。我们可是好闺蜜嘛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这个药方行吗？要不然我去麻烦下我太爷爷，他可厉害了。不用麻烦了，万一影响了老人家的健康，那多不好。至于药方，这是我研究了许多古药方后才研究出来的，有没有用，只能看老天爷了。有没有公德心？不知道好狗不挡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就……蓝婶儿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国栋家的那个小骚货吗？这人是谁？居然敢这样说我可爱的曾孙女！蓝婶儿，你的嘴巴就不能干净点吗？就你个小丫头还想教训我？先保证自己下顿不饿死再说吧。可儿，别因为他耽误了正事。我们不跟你计较。等会儿，你们家欠我们的1000块到底什么时候还？这都1个月了，再不还我就要提高利息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就区区1000块叫我们付300块的利息，这比高利贷还高利贷。那我不管，当初是你们自己签的借条，我就问什么时候还？不就1300吗？回头我就还你。等会儿，你们家有钱还了？不对吧？我记得你们不是根本没钱吗？你笑什么？我说你们为什么突然有钱还了？该不会是你们2个小丫头去找男人换钱，然后又得病了，不敢告诉家里，所以才偷偷跑来这药店买药？胡说八道！悠悠，被我说中了，急了。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，也不怎么样嘛。太爷爷，哟，你个丫头小小年纪玩的还挺花呀！以前不都是叫爸爸的，现在都跳过爷爷，改叫太爷爷啦。你是谁家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家的？太爷爷，她叫刘桂兰，她老公叫曹忠旺，我一般称呼旺叔。旺叔的爷爷叫曹德凯，今年89了，是我们曹家之前辈分最高的长辈。原来是德凯家的。放肆！你们竟敢对长辈如此不敬！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看来你十分尊敬长辈啊。那是，我可是十分尊敬每一位长辈的。那好，叫人吧。叫什么人？我是德凯的堂哥，按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叫我一句伯爷爷。不过有点拗口，在我们那一辈中，我排行老大，你也可以叫我一句大爷爷。可儿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就是我的太爷爷啊！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什么伯爷爷大爷爷的，你们年轻人的花样少在我面前摆弄！不尊敬长辈是吧？那我少不得要给你一番惩罚。哼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
爷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不是不会好好说话吗？那我就让他说不出话来。如果你继续这么抓着我的衣服，我不介意让你的这2只手也失去功能。你的眼泪对我来说不值钱，你不是说很尊敬长辈吗？结果你就是这么尊敬的。太爷爷，要不就这么算了吧，反正他已经受到惩罚了。可儿，你要知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尤其是这种已经得罪了的人，除非你确定他永远没有能力报复你，要不然就得彻底踩死。现在你还要放过他吗？太爷爷，我确定他永远没有机会报复我了，就放过他吧。好。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放过我！能说话了，我能说话了。你现在应该叫我什么？大爷爷，看在德凯和可儿的面上，暂且放你一马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滚吧！等等。欠你们的钱，我们说还就一定还。太爷爷，还他们吧。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2维码。其实这钱我们也可以不要。得了，兰婶儿，我还不了解你了。如果你真不想我们还钱，还会把手机拿出来？你说的1000块本金和300利息都转了。你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可真快，这不比银行卡什么的方便多了？那是，时代总是进步的。2位小姐，你们要的中药我都已经帮你们装到里面了，一共3215.3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啊，这么贵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只有3000。没事，我帮你一起付了。可儿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2个女孩子回去注意点。哎呀，太爷爷，我知道啦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这丫头，人都走了，还看？可儿，你别瞎说。可儿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真的好厉害啊！你在想什么呢？我都已经说了，他是我太爷爷，太爷爷才不是什么特殊称呼呢。啊，真是你太爷爷？可是按年龄算的话，你太爷爷起码得90多岁了吧？他看起来最多20多岁。怎么，是不是看上我太爷爷了？我太奶都过世很多年了，你想当我后太奶也不是不行。可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爷爷病重，我现在只想给他治病，根本没工夫考虑其他。我懂，我懂。我们柳校花岂会看上一介凡人？不过我太爷爷还真不是凡人，你考虑下。你再这样说我就生气了。好好，我不说了，那我们赶快回去煎药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都怪你！要不是老娘嫁到你们曹家，今天怎么会丢这么大人？桂兰，你冷静点儿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还不是曹国栋他们家的。他女儿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野男人，刚才不知道用了什么诡异方法，竟然让我暂时说不出话来，逼得我对着他们下跪磕头。没发烧啊？曹忠旺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就是曹可儿找的野男人让我成了哑巴，哑巴你懂吗？不管我怎么嘶吼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。啊，可儿姐姐找男朋友了，那岂不是有人要跟我抢她的内衣了？真的假的？这么神奇？桂兰，你先坐下说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小说中的魔法。这可是现实世界，哪有什么魔法？
你动画片看多了吧？那你怎么解释我刚才说不出话来？这个可能是什么心理暗示吧？我好像听说过，有些厉害的心理医生可以利用心理暗示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差点真以为那小子会什么魔法，但是他们逼得我出了这么大的糗，必须给我道歉。曹忠旺，你赶紧给曹国栋打电话，你要是办不成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爷爷，您回来啦！买这么多药材，我帮你拎吧。不用了，现在我就准备给你们炼制炼气丹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谁叫你是我孙子？不会又是来催咱们还债的吧？就1000块钱，还好意思经常催，而且还要那么高的利息。对了，我之前碰到了他媳妇儿，你们欠的债我已经帮你们还了，包括利息。啊，爷爷还碰到了钟旺他媳妇儿。喂，曹国栋，你们家简直是个白眼狼！你们家那么困难，我们家都咬着牙借了你们1000块，结果你们就这么报答我们？其他几家好歹5000、1万的，结果他家借的最少，而且他家还是最富的，真好意思提。桂兰，你们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借钱给我们，我们很感激。但是你骂我们是白眼狼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家似乎没得罪你们吧？你看看你那个好女儿，为了赚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可儿出卖身体？我知道你们家缺钱，但是也不能让女儿去干那种事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还怎么看待我们曹家人？你胡说！可儿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不会，我都碰见了，她和自己的闺蜜去药店买药，明显是已经得病了。甚至于我还碰见了玩她的那个野男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别生气，可儿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？以前不可能，更别说现在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生气这个刘桂兰，她的嘴怎么那么毒？以前就各种明里暗里的看不起我们家，现在更是连这种黄谣都造出来了，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她吗？妈，爸，我回来啦！可儿回来啦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还不是你兰婶儿，她刚刚打电话过来。可儿，你听我说。什么？这个老女人竟敢这么说我，我非得撕烂她的嘴！可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刘桂兰口中的野男人又是谁？还能是谁？自然是太爷爷了。你们可是不知道，太爷爷刚才有多么威风，吓得刘桂兰是痛哭流涕，磕头道歉。妈妈，可儿姐真的去做那种事儿了吗？那是肯定的，要不然他们家哪来的钱还我们？别忘了，他还有个断腿的哥哥要治疗呢。啊，那岂不是有更多的人要和我抢可儿姐的内衣了？儿子，赶紧把你偷的曹可儿内衣全给扔了，指不定上面有多少病菌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曹可儿肯定是得病了，又不敢跟家里说，要不然才不会去中药店。哼，现在我用这种方式捅给曹国栋，我就不相信他们家不闹心。不行，不能这样简单放过他们，必须把这个失去的面子争回来。啊，你还想怎么争？怎么？你是不想支持我吗？你要知道，我可是你老婆，我丢了脸就等于你被打屁股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曹可儿叫她那个聘妇什么太爷爷。什么？他竟然叫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太爷爷，这是在打你们曹家的脸！岂有此理！必须要让他们道歉！这次你们死定了！开门！开门！曹国栋、曹子贤，开门！我知道你们在里面。别敲了，他们都搬走了。真搬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那天来了很多人后，第2天就搬走了。也不知道穆师伯什么时候回来。乐涵，你就放心吧，能打败大师兄的人，1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就是说，你看
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大师兄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牧师伯，您回来了，快吃个苹果吧。我的苹果。牧师伯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把他们都教训得很惨？别说了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据说他们在第2天就搬家了。什么？搬家了？那岂不是完全扑了个空？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会报复，所以提前跑路了。要不是我最近几天有事耽误了，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跑掉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这伤白受了吧？魏师弟，师兄也很想帮你，但他们都跑了，师兄也不可能一直在这儿吧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先找到他们之后，再给我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。我有办法了，曹子贤他们跑了又能如何？但是有一个人他是绝对放不下的，就是他的初恋许云熙。若是得知许云熙在我们手里，那他还能躲得下去吗？小姐，你别这么辛苦了，先歇歇，喝杯茶吧。吕叔，你就放那儿吧，我不累。可是，小姐，自从1年前您接手咱们许氏集团后，整个集团的资产飞速增长，在整个滨城也只逊于韩氏集团。但为了一个男人，您日渐消瘦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小姐，如果真的过去了，您怎么还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？其实您根本还没忘了曹先生吧？有没有可能曹先生是被冤枉的呢？是不是曹子贤来找你了？告诉你，我们不可能再复合。当初我亲眼看着我的男友和我最好的闺蜜睡在一张床上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原谅他们的，绝不！别说，我不希望再听到这2个名字，懂吗？是，小姐。唉，可惜了这份缘分。曹先生不仅失去了爱人，也失去了双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云溪，你乐涵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什么叫也在？我们不是一直都在？你们一个是我的男友，一个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们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儿？云溪，别走！渣男，我们分手。不行，我不能再想这些，我得努力工作，让我们许氏超越韩氏再说。不愧是许氏集团的新任女总裁，不仅漂亮，还这么的努力工作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办公室的？徐总，我是谁不重要，就是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你要找谁？曹子贤。既然你知道我和曹子贤的关系，那么也应该知道我和曹子贤早已分手。你找错人了。徐总，谁叫曹子贤一家消失了，只好拜托你帮我们亲自去找一下了。吕叔，小姐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不是已经出去了吗？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能让你进来，我已经失职了。现在，给我滚出去！区一个内境后期，竟然胆敢在我这个宗师面前放肆！什么？你是宗师？所以你来抓我，就是想用我把曹子欣给逼出来。谁能想到，整个世界都数不出一只手的宗师，在这里就能碰见一个？我们小姐问你话呢，还不快回答？是的，
我这也是没办法了，只得出此下策。你是从哪儿知道曹子贤和我的关系的？还不肯说实话是吧？是我师弟的外甥女说的，我其实是帮我师弟他们一家的忙，他们被曹子贤给欺负了，所以来找我报仇。哪知我去的时候却发现曹子贤搬家了。你师弟的外甥女叫什么？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长得还挺漂亮的。是不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小姐，他怎么处理？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放过我吧。吕叔，赶他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是，感谢小姐的仁慈吧，要不然你就只剩一具尸体了。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子贤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该不会是不小心摔了吧？我摔你个头！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是3岁小孩吗？穆师伯，您别生气，先消消气儿。究竟是怎么了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要我去绑架什么许云溪？你可知道，他的身边竟然有宗师级别的高手守护？宗师？大师兄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除了咱们师尊，其他宗师都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碰见？老子都这样了，你还质疑？而且人家都亲口承认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就不办了。师兄，等等。穆师伯，对不起，这次都是我的错，没有调查清楚。这样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有什么好赔的？老子没兴趣。穆师伯，我知道你这次受委屈了。这样，明天我带你吃个大餐，洗个脚，然后再做一些放松的事情。哦，有美女吗？当然有。那老子就看在魏师弟的面子上，勉为其难的答应下吧。舅舅说的没错，果然是个老色批。隔壁的1号别墅，我记得不是一直都空置的吗？怎么突然住人了？就最近几天搬来的，好像是一家人，具体的底细我正在调查。不过能买下这里的，非富即贵。这人的眉眼怎么那么像子贤？怎么我看着人一眼，全身毛孔都感觉倒竖起来了，危险！小姐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咦？吕叔，小姐，快隐蔽，有狙击手！小姐，快隐蔽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吕头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季风，竟然是你！你还没死？想我死，没那么容易。而且我不仅没死，现在也成了宗师境级别的高手。说起来还得感谢你。
所以你今天是要来找我报仇，甚至还卑鄙的动用狙击手。老吕头，你真是落伍了，不知道现在热武器的威力有多大。是，咱们这样的宗师境高手，寻常子弹很难伤到，但是狙击枪可就不一定了。你的伤口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至于找你报仇，那只是顺带的。我此行真正的目的就是有人花10亿，请许小姐一叙。好了，我知道老吕头你是不会让开的，现在就先送你上路吧。继父，难道你就不怕这里的事传播出去，到时整个大夏都无你的立身之地？老吕头啊，老吕头，我该说你什么好？你不会以为我还会放过这些保镖以及那个阳台上看戏的吧？放心，一会儿他们都会下去陪你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嚣张了。太爷爷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喏，我在说一个不自量力的小家伙呢。哇，太爷爷，我们这是遇到绑架现场了吗？妈，快出来，有好戏看！什么好戏啊？这是在干嘛？地上那个怎么了？要不要赶紧报警？报警没用的，我们还是安心看着吧。对了，子贤呢？他还没出关吗？哥，他在冲击炼气后期呢，估计也快了。他们怎么还不打呀？你们快点动手吧，不然我们可就没好戏看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坏人，记住少废话，反派永远死于话多。这家人是有毛病吗？这个时候不跑不报警，真的是巨婴，不知道宗师的可怕。好的，小妹妹，我现在就解决了他们，然后再来也解决你们，会很快的。吕叔，一群垃圾！老吕头，接下来就该是你了。哇哦，子弹都给挡了下来。太爷爷，这个人是什么实力啊？听他们对话，大概和你差不多吧。不过真实站起来，比起你要弱得多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到了炼气后期后，也能抵挡子弹？普通子弹没什么问题，不过那种反器材狙击枪还是不行，除非到得住机器。这些保镖都死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看戏喽，只希望这个家伙不要做傻事。可儿，你干嘛去？当然是去拿点零食啊！小姐，快跑！跑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去，我给你争取时间。吕叔，你……想碰小姐，除非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。好，那老子先收拾你。诶，这姑娘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老曹，你觉得呢？我瞅着怎么有点像子贤之前的女朋友。子贤之前的女朋友？我回来啦，没错过什么好戏吧？可儿，你快看那姑娘，像不像是你哥之前谈的那个女朋友？于西姐。可儿妹妹，快跑！快跑！还真是云溪姐，太大爷，这个我得帮。可儿，你干什么？下面可是穷凶极恶的坏人，你一个小姑娘下去多危险！就是说啊，要不还是让你太爷爷出手吧。我也不太适合出手，不过有一个人可能适合。谁？
我终于突破了！是哥突破了！可儿妹妹，快带着叔叔阿姨赶紧跑！这个杀手是会杀人的。云溪姐，我们不会跑，你也不用跑，你等下，我把我哥叫来。子贤，你们听我话，快跑！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。小姑娘，你别慌，我们也没有和你在开玩笑。小姑娘，太爷爷、爸妈、小妹，你们在哪儿？哥，我们在阳台，你快来！哥，你快看那个是谁？谁啊？子贤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？会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云溪，是你吗？子贤，快带着你父母和妹妹离开！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人，我没有开玩笑。小姐，快走！徐总，刚刚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没跑，那可就别怪我。云溪，等我！太大爷，云溪有危险，我得去救她。从这里下，快！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他。我不是让你跑吗？你还下来干什么？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会毒舌。你这混蛋，混蛋！哥和云溪姐的感情真好，只可惜他们有缘无分。那他们是怎么分手的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陈乐涵搞的鬼吧？哭完了，那现在就先送你的小情郎下地狱了！找死！怎么可能？子贤，你……云溪，你先站到一边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王八蛋！怎么可能？战斗中还敢走神？比疾风还要强的少年宗师！子贤何时变得这么强？这1年多的时间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云溪姐，你别担心，我哥没事的。可儿妹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你哥不是武者吧？的确不是武者，但是却比武者还要强。好了，子贤已经完全压制住了，我们过去吧。好的，爷爷。这个年轻人是谁？曹叔叔怎么会称呼他爷爷？难不成是我听错了？云溪姐，我们也过去吧。吕叔，你不要紧吧？小姐，我没事，只是本来以为可能今天要死在这儿，却没想到会是这么一种结局。行了，子贤，收手吧。太爷爷，太爷爷，对，云
云溪，我爸妈、小妹你都认识，这是我太爷爷。太爷爷，这人怎么处理？杀了吧。就算你们抓了我，也保不了许元熙。狙击手，不好！云溪姐，不用慌。这也可以？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有太爷爷在。行了，狙击手解决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得罪不起的人。子贤，结果了他。是。云溪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呢。你都有陈乐涵了，还要看我干什么？云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都被陈乐涵那个贱人给算计了。其实你看到的那一幕根本不是真的，我和陈乐涵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他故意演给你看的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云溪姐，我哥真的是被算计了。好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让你的人把这里清理清理，到我们家再说吧。云溪姐，走啦。事情就是这么回事，陈乐涵完全是出于嫉妒你，才让你我分开。你没骗我。小姐，外面已经全部清理干净，陈乐涵的事儿我已经调查到了，真的是曹先生所说的那样。我们竟然被这么简单的伎俩给骗了！你当初怎么都不知道调查下？对不起，小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当初也不知道谁严禁我再去说有关曹先生的任何事。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不管怎么说，云溪你和我们子贤以前是那么的美好，如果你们还能复合的话，我们做父母的自然是高兴。某人也不知道给我一个台阶下。云溪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之前都是我的错，你能原谅我的过失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喝了这杯茶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！太好了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，我不仅突破到了炼气后期，还重新和云溪在一起了。太爷爷，这一切多亏了你，要不是您一生，恐怕都完了。子贤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只是负责把你领进门而已。子贤，其实我一直想问，他真的是你太爷爷？怎么这么年轻？云溪，我郑重告诉你，他就是我如假包换的亲太爷爷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年轻，暂且不能告诉你，抱歉，修仙之事暂且不能说。他们已经答应了。很好，现在就等着老爷子的90大寿了。为此，我还特意叫了我哥，他现在可是韩爷手下的得力干将。如果你们曹家不能帮我做主，那就得让我哥来。放心，我曹家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就你们曹家人，我信不过。我还得去把我堂侄叫过来，他可是韩爷的贴身保镖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代表着韩爷。这就不用了吧？你要相信我们曹家。
谁呀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是一个不太熟的亲戚。既然人家老是打电话，估计是有什么要事，那就接吧。那好吧。喂，是阿金吗？小姑，是我，你是有事吗？阿金，是这样的，下周我老公的爷爷要过90大寿，想请你一起来参加。抱歉，小姑，我没空，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寒野。阿晶，你就不能抽一点时间来参加吗？只露个面也行。我都快被他们曹家人欺负死了，你可得替我做主。小姑，我真的没空，再见。既然亲戚被欺负了，那你就过去看看吧，给你放2个小时假。啊，可是寒爷，那您的安危怎么办？我还有其他保镖呢，就2个小时没有大问题的。那好吧，谢谢寒爷。小姑，寒爷同意了，不过我只有2个小时时间。那太好了，阿晶，回头我就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。也不知道最近曹前辈在忙什么。寒爷，要不要我去调查下？千万别！一旦让曹前辈知道我特意调查，肯定会惹得他不高兴。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次和他见面吧。前辈，请进。爸，他真的能行吗？该不会是个骗子吧？看来赵公子有点不太相信老道我的本事。也罢，就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太爷爷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不是德凯马上要90大寿了吗？我这么多年没见，总得给他带点礼物吧。而且到时肯定很多小辈要来，我这个做长辈的总不好空着手吧？有道理，那为什么只叫我？你爸妈服了炼气丹后一直在修炼，你哥不是在修炼，就是和云溪腻在一起，全家人不就只有你最有空？我总得找一个帮手吧，不让你白帮忙。你喜欢什么，我也一并买了。那太好了，太爷真棒！那我们现在应该买些什么礼物？可儿，你觉得现在的人都喜欢些什么？给太叔爷爷的话，最好是买些补品。至于其他人的话，男的就买些烟酒，女的就买些金银首饰。有道理，那里就有一家金店。该不会你个小妮子想买首饰吧？太爷爷被你看穿了。你呀，行吧，我们过去吧。求求你再提高一点价格吧。这个声音，这个背影，不会是柳柳吧？柳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可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怎么了？这个小姑娘来卖金项链，我给她800一克，她觉得太低，非要我高一点。老板，求求你再提高点吧，现在金价可都到了1100多了，我不要求多，只要提到1000一克就行。爱要不要，不要拉倒。谢谢。老板，你太过分了，不收就不收，至于用这种态度吗？现在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来金店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曹太太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是想买点什么吗？这不老爷子是要过90大寿了吗？我想给他打造一个金吊坠，吊坠要做成酒葫芦形状的，老爷子就好这一口。你们3个穷鬼还不滚远点儿，省得碍事。
老板，求求你再给我提高点价格吧，我真的需要这笔钱。柳柳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突然要卖这个金项链了？爷爷的病情又恶化了，需要更多的药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所以你还待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去找男人？你不会好好说话是吧？行，那你就别说了。给我滚！要不然就不仅仅是让你变哑这么简单了。太爷爷，我做的不错吧？不错，像这种人，必须给他一点深刻的教训才行。可儿，你刚刚是做了什么？放心，只是给了他一点小教训而已。可是，上次这都是太爷爷教我的，我厉害吧？女侠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这就给这位小姐提高价格。起来，我们才不要你提高价格。柳柳，这金项链你就自己保存好吧，不就是缺钱吗？我太爷爷有的是钱，缺多少问他要。柳姑娘，既然你是可儿的闺蜜，那也就不是外人了。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对可儿提好了。可是，柳柳你就放心好了，太爷爷他很大方的，可以直接解决你爷爷的病情。真的？没问题。大哥你好吗？大河追宝莲舟。舅舅的大师兄是色中恶鬼就算了，关键唱歌竟然还这么难听，竟然没有一句歌词在调上。牧师伯唱的真不错，可以去参加华夏好歌声了。曹子贤、徐云熙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就是曹子贤，好小子！我还没去找你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！怎么，看到吕叔不在，你就轻松了？徐云熙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！出去。哎，回来！臭娘们儿，你他妈想干什么？再让我看到你用手指着云溪，就不仅仅是断一根手指这么简单了。穆师伯，原来你也会心疼人啊，我还以为你的血是冷的呢。臭小子，你他妈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没招了？
穆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护体神光，这不是宗师高手才有的护体神光吗？你怎么也会？难道说你……你还不知道吧？之前有一个叫疾风的宗师级高手来袭击我，还把吕叔给打成了重伤。得亏子贤及时出现，救下了我。什么？疾风？那可是和我师尊不相上下的超级高手，他怎么样了？哼，还用说？当然是死了。穆师傅，行了，还是来聊聊我们的事吧。我们什么事？都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还想隐瞒吗？要不是你，我和子轩又怎么会闹出这么大误会？子轩也不会吃那么多苦。因为你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去死吧！子贤，松开吧。云溪，难道你要放过他吗？他害得我们那么惨，绝对不能饶过他。不，我只是觉得这么简单杀了他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都这么晚了，乐涵怎么还不回来？放心吧，有大师兄在，乐涵的安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担心的就是你大师兄，这个老家伙一直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乐涵。这可是我们单独的病房，你们怎么能再往我们这里塞病人？你们看看他是谁？乐涵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快醒醒啊！大师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曹子贤这么强？曹子贤，大师兄，他就是一个小瘪三，怎么可能会是你这个内境后期的对手？大师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看你才是个老瘪三！你可知道曹子贤有多强？他可是少年宗师，甚至连和师尊齐名的宗师疾风都惨死在他的手下。你居然让我去对付一个宗师，你他妈是想让我死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师兄，乐涵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就知足吧，得亏人家发了善心，要不然这会儿我和他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现在仅仅打断了四肢，永远站不起来而已。大师兄，还有魏超兄，从今天起你就别再叫我大师兄，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师弟。我回去后也会如实禀报给师尊，让他把你开除出门。大师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想被你们害死。乐涵，乐涵！太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处理完了，按照云溪的说法，打断了陈乐涵的四肢，让他永远成了一个废人。子贤，你记住，尽量不要得罪人。然而一旦得罪了，就要保证对方永远不可能报复到你，而死人无疑是最好的方式。当然，我也理解你们，毕竟是现代社会，他和疾风那种人不同，打断四肢就打断四肢吧。谢谢太爷爷理解。现在你的念头彻底通达了吧？未来就给我好好修炼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和云溪的婚事得赶紧办了。啊，太爷爷，会不会太快了点？快什么快？你都20多了，得赶紧结婚生娃，我还想抱玄孙呢。顺便
你也把我教你的修炼功法传给云溪。我不想让你们小两口重蹈我和你太奶奶的覆辙。谢谢太爷爷。医生，我妻子她到底是怎么了？曹先生，你们确定不是在耍我吗？刘女士的舌头十分正常，声带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医生，我们真没有耍你。你看，我妻子是真的说不出话来。我确定，刘女士的口腔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们要不去别的医院看看？医生，我们已经跑了5家医院，都说正常，可她就是说不出话来。那你妻子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医生，事到如今也不瞒你了，我妻子她之前得罪人了，对方还是我们一个亲戚，对方就这么甩出一道光团到喉咙处，然后她就说不出话了。这么神奇？你先去把门关上。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，你妻子可能是中了别人的法术。法术？医生，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？嚯，好热闹！怎么说也是太叔爷爷的90大寿，隆重点是正常的。国栋，你们一家可算来了啊！你们最近是不是发财了？不仅把欠亲戚们的钱都给还了，听说你们还搬家了，有发财的路子也带带我呗。我们没发财，只不过运气好了点儿。东北，你们这就不对了吧？当初你们家缺钱，我们可都是慷慨解囊，现在有发财的机会，怎么能不告诉我们呢？我们真的没有发财，真没有发财，怎么可能又还钱又换房的？甚至连子贤的双腿都给看好了。国栋东北，你们再隐瞒下去，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吧？这些所谓的亲戚都是势利眼，当初我们家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个个都躲着我们。可儿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至少他们之前也借过咱们钱，不是？太爷爷说的对，要是之前没借，咱们家也撑不到太爷爷回来。那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喜欢这些家伙。徐总，徐总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？我是兴丰集团的老王啊，徐总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在3个月前的滨城商业大会上见过的。哦，原来是王总，想起来了。王总，您这是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位可是咱们滨城赫赫有名的许氏集团的许总，可谓是滨城的商业女王。什么？难道就是传说中仅仅1年多时间就把许氏集团从前30带到第2的许云溪许总？徐总你好，我叫曹少芬，真没想到您会来参加我爷爷的寿宴。各位不用这样，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陪客而来。陪客？什么人能让徐总您作陪？自然是我的未婚夫曹子贤。什么？国栋儿子是你的未婚夫？这天怎么会颠覆这么多骗人的？难怪国栋他们家会突然这么有钱，原来是有了这么一个白富美儿媳妇。如果他们知道太爷爷的身份，只怕眼珠子都会掉到地上吧。曹可儿，没想到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居然还把你的野男人给带了进来，简直就是我们曹家人的耻辱。是钟望和桂兰。曹可儿，没想到吧，我竟然又能说话了。是挺意外的，你是怎么恢复的？曹可儿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歹毒，和这个野男人学了邪术。曹国栋，你能不能教育好你女儿？要是不能的话，我就帮你教育。
周旺，可儿比你想象中的要懂事得多。如果出了事儿，那一定是你们的问题。老曹，先别急，就先让大伙评评理。好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给老娘等着！诸位亲戚们，大家看看这个人，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哼，不认识就对了，他就是曹可儿这个臭丫头找的野男人。你们看，都到现在这种场合了，他还死死地抱着野男人的胳膊不放。曹国栋、冯冬美，你们就是这么教育女儿的吗？还有没有一点廉耻？我就是不放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国栋、冬美，你们就不管管吗？可儿今年才高3吧，还没成年，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和男人出双入对，这有损我们曹家的风气。就是啊，你就算要谈恋爱，起码也私下点儿，至于还把男朋友给带到这里吗？可儿已经长大了，她知道该怎么做。冯冬美，你们是准备彻底不管了吗？那这个野男人是个邪修，你们知不知道？邪修？哦，你还知道邪修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解了你禁言术的那个人吧？没错，你们那点小法术怎么能挡得了沈天师？小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学来一点法术，但是你的道行还浅得很呢。小小年纪就如此心术不正，将来必定成为巨大祸患。桂兰，你别再说了，国栋家可是找了个好儿媳妇。就是说，那可是咱们滨城的商界女王徐总，你和他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仇，还是咽下去的为好。哼，许氏集团的徐总算个屁！我哥可是韩氏集团的部门经理，韩爷手下的得力干将，我堂侄更是韩爷的贴身保镖，对外可以直接代表着韩爷。就这，臭丫头，你就只有现在可以嘴硬了。哈哈哈，看到了吧？我哥和我堂侄他们来了。应该就是前面这个宴会厅吧？快点，我去露个面就走。韩爷今天正好在帝王厅宴请隔壁省的吴首富，这种场合我不可能离开太久。哥，阿青，你们来了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们可得替我做主。就是说啊，大哥，他们把许氏集团搬出来，分明就是不给咱们韩爷面子。哦，我倒要看看是谁不给我韩爷面子。嗨，嗨什么嗨？你少在这套近乎！这是我哥，可是韩氏集团的经理；这是我堂侄，可是韩爷的贴身保镖，甚至对外可以直接代表韩爷。曹可儿，我命令你，你和你的这个野男人赶紧跪下，要不然别怪我。哎呦，谁打我？老子打的你！阿青，你打我老公干什么？他可是你的堂姑父。别说是堂姑父，哪怕是亲姑父都没用。曹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得罪了您，您要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出来。阿青，我可是你堂姑，你怎么能不帮我帮外人？太爷爷，你认识他？算是认识吧。曹先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这就让他消失在你眼前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哥，你要做什么？为什么你和阿锦不仅不帮我，反而帮一个外人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小子又施展了什么邪术，让你们中邪了吧？中邪？不得不说，你的脑洞还真挺大的。哈哈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桂兰，你别怕，我这就给沈道士打电话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来了。
沈天师，就是这个小子对我施展邪术，让我说不出话，现在还控制我哥，你快帮我干掉他！对对，沈天师，您必须要铲除邪魔，匡扶正义。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碰到这么多修士。太爷爷，我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好可怕。别怕。咦，寒意没了。你竟然能破除我的寒冰真气！真没想到，在这方世界不仅能遇见修士，而且还是筑基期的修士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能看穿我的修为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不知道啊。你比那些所谓的宗师倒是要强上不少。臭小子，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个该怎么说呢？从可儿这边算的话，我应该是他的太爷爷。太爷爷，没错，重新自我介绍下，我叫曹渊，国栋是我的孙子，子贤和可儿都是我的重孙。不可能！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是曹国栋的爷爷？小子，你还真当我们曹家无人了？曹渊是我爷爷的大哥，我虽然没亲眼见过，但是我爷爷还在世。你要冒充谁不好，偏偏冒充他。德凯呢？叫他出来一见，不就知道了？小子，你等着吧，老爷子马上就出来了，一定会揭穿你的谎言。没事，正好可以先处理这位沈天师。想跑，问过我了吗？前辈，您饶过我吧！若你是个普通人，我可能还真就饶了你。但谁叫你不仅是修士，还比我的这些子孙们修为要高，留下你很难让我放心啊！是你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老夫怎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都怪你！是寒夜，寒夜居然也来了。曹先生，对不起，竟然让您在我的酒店里受了这种委屈。今天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寒夜竟然对他这么恭敬，也是，任谁看了这种神鬼莫测的手段，都会害怕的。没什么委屈的，一点小事而已。嘿，那个姓沈的，停手吧，千万别把人给我打死，我还有用。前辈，我自知今天难逃一死，恳请前辈告诉我您的真实修为。看来你还是不老实。也罢，我就让你彻底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的修为是大成期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现在早已是末法时代，我也是机缘巧合才勉强突破到筑基期的，普通修士最多到炼气期就停止了，你怎么可能突破到大成期的？那不是快要飞升成仙了吗？什么？他竟然快要飞升成仙？真的假的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相信他快要飞升成仙。因为我是从修仙界回来的。不许动，都不许动！寒夜，这样不行啊，人太多了。
老爷子，死人了！这里死人了！老夫叫你安静，听到没有？渊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德凯，你的作业快借我抄抄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渊哥，拿去。渊哥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现在房价涨得太快了。云云说结婚必定要买房，我现在手里有50万，你还差多少？全给你够吗？够了够了，渊哥，太谢谢你了。说什么谢？谁叫咱们是兄弟？德凯，渊哥，真的是你！德凯，你老了这么多。渊哥，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知道你当年突然消失后，建国叔和雅致婶有多着急吗？还有心雨嫂子，他们都快急疯了。德凯，我也不想，当初莫名其妙的前往了修仙界，好不容易修炼到大长期，想回来看看，没想到竟然过去了60年。别说我爸妈了，就连心雨也去世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渊哥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这次来的比较突然，也没什么礼物好送这些小辈们，只好去购买了一些金首饰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竟然是真的！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长辈？你们还不快谢谢渊爷爷！谢谢渊爷爷！不用这么客气，你们都是我们曹家人，自然都有。哦，除了地上这2个人。渊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吧！放过你们？我可没有忘记你当初是如何讥讽可儿的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说的话只会更难听。上次可儿施展的禁言术被人给破了，这次我重新下了一个。放心，只要有人修为超过我，就能够帮你解除。老婆，老婆！阿景，把他们2个带出去。德凯，我越俎代庖教育了你的后代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桂兰能有如今这个下场，也算是他咎由自取。哪怕渊哥你不收拾他，也会有别人来收拾他的。你不怪我就好。对了，德凯，你的修行机会已过，我没什么好送你的，只能送你这颗金丹，你服用后可以增加50年寿命。哎呀，渊哥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你服下去吧。我感觉我的身体竟然轻盈了许多，仿佛回到了60岁的时候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渊哥，谢谢你。太叔爷爷在晚年还能见到太爷爷，简直太幸福了。如果我将来也能见到大家就好了。可儿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可是修士，
往后的岁月无穷无尽。快下雨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这么快的吗？看来有些事情得赶紧处理了。你们总算来了。不好，有埋伏！他就一个人，有什么埋伏？你就是曹渊？真没想到，竟然又看到一个筑基期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能看出我的修为？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跟你废话。领导人，领导人，该你们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遭贼了吗？这不是赵海和他爸赵彦深吗？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父子俩又找了一个筑基期高手，偷偷摸摸的进来，显然是要针对我们。什么？这个家伙当初就不该放过他们。还好有爷爷在，完全不用担心。糊涂！我能保护得了你们一时，能保护得了一世吗？能够保护你们的，只有你们自己。太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太爷爷马上就要飞升了，恐怕我们今后就没法再相见了。什么？太爷爷，你才刚回来，怎么就要走了？太爷爷，我不要你走。傻孩子，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？爷爷，国栋、冬美，好好照顾子贤和可儿。子贤，努力修炼，好好对待云溪。只可惜我没能看到我的玄孙出生了。可儿，你的天赋是他们中间最好的，好好修炼，说不定将来咱们有机会在仙界再见面。太爷爷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去仙界找你的。孩子们，这段时间很短暂，但我却很快乐。再见了。